今次住呢度只有一個原因，就係對呢個社區特別有感情。從大興機場叫車過嚟好方便，車程大約1個多鐘頭，車費大約200蚊。接待處就喺入口嘅右邊，好容易揾到。辦理過程相當順利，好快就拎到房卡。今次住10樓，搭電梯好快就到。一入門口，右邊係電掣，左邊係衣櫃同迷你吧。過咗迷你吧，入邊就係睡房。呢度有大床同埋細床各一張，書台有叉電嘅地方。大床對住個電視機，衛生間有洗手盆同埋浴缸，洗頭水同沐浴露係 Seven Plus 品牌，保險箱喺衣櫃。呢度係迷你吧，酒店有袋裝咖啡供應。我最深刻印象關於呢間酒店就係呢個機械人，需要乜嘢佢都可以送到。